后来中国来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，互人对香港的局势是真烦恼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到立法院做施政报告进前来表示讲，台湾对香港人道救援的方案，会由政府来主导，由跨部会来整合，由公私合力来进行。院长嘛来批评着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50年无要改变的承诺，拢是讲白贼，讲台湾就爱自立自强。另外，这个在野党来呼吁，港澳条例18条都要来修法，他具体来提供到香港人的庇护，这院长认为无必要。各界关心的港版国安法，中国人大以2878票赞成，1票反对，无意外通过。所谓一国两制50年不变，完全不遵守诺言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伫立法院施政报告，要面对香港局势变化，今仔头的任务搁加一项。总统蔡英文已经指示行政院成立专案小组，提出香港人救援方案。苏贞昌强调讲，将由政府主导，编预算，以公私协力方式进行。在野党一直呼吁讲，港澳条例18条要修法，具体提出对香港人的庇护。要么苏贞昌认为无这个必要。港澳条例对于香港如果有情势变化，可以由陆委会报行政院专案处理，法条记载。现在我们就依据这个在做，并没有要修法的必要。敢爱修法条约也未有共识，要么各党团有共同发表声明，并表示强烈遗憾及严厉谴责。谴责中国破坏香港自治的承诺，嘛强调讲会适时检视港澳条例相关规定。关心国际局势以外，国内经济因为疫情当伤嘛，真需要提振。苏贞昌嘛强调讲，发放振兴券不是消费券，是因为有过去的经验，消费券对着经济成长无偌济帮助，会记出这个教训，袂搁做同款的代志。